伊个世界，哦，可以使用的，可以接需要的存在。所以呢，保罗都用那个企业来讲到以前用啊，本日的用啊，本日的宗教哦，阿巴西西，伊呢个犹太教哦，哦，是地方一定正的，你知无？迄定正那种用的，那个台湾人比唔爽的。计吼安心的礼拜六吼安心的吼，爱休息的话吼，唔可以下次超过2小时哦。迄超过2小时吼，你未必你发无，暗行愈吼，比如讲吼也吼，行啊到警察局吼3次的哦，咱块行啊也起头点哦，华人地啊吼，所以我直接吼，因为都是宗教吼亲强，你亲强用啊，你亲强也个。也个用啊，也个你看清楚家庭老师压真言哦，一种宗教。另外一个嘛个，另外吼，迄伊个咧用个啊，伊个那个老师讲来亲呀，那个老师吼亲粗糙，也个用个啊，也个学问压住呢。所以那个宗教学问界吼，是。所以金钱过，但是要追求完全，一切不可，不好人用啊，不好愉快用啊，新奇妙啦，用啊，如果看唔是基督徒，伊用啊，伊咧看唔是要亲老哦，如果亲老基督徒，伊用啊，伊咪基督徒用啊，基督徒够强吗？吼，讲咧基督徒讲伊妈咧，伊咧耶稣啊，死又不发啊，唔相信，伊绝对唔相信，伊用伊他妈心态了。伊认为有的东西啦，但是用呀，伊唔信有的耶稣就会东西啦，伊也唔信讲用啊，伊也唔信水的问题，虽然伊在应用啊，应用他唔相信吼，看到伊个肉体吼，可以用啊，唔可以阳光，所以有个人后来哦，伊一年吼，伊用啊，伊没有基督徒，那因呢，我那个时间吼，种用啊，拿多啊，唔好讲吼，绝对唔会信啊！吼，迄无如果唔好讲吼，耶稣迄催眠，用比基督徒吼更快方，用诶，就藐视耶稣基督。伊怎么做样的事情？迄唔通发呀吼，哦，像这基督唔通发吼，全部拿来救，甚至呢，发财。后来有一年的一个如风用诶，突然哦，用诶，因后都拿种冲诶吼，在因有基督徒诶。突然之间吼，这4年8度的这讲哦，安尼讲这吼真强咧，叫我都唔喊咧，因为已经忙忘啊。